叫百里守约。2、1，换了吗？没换，错了，真的会吧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代言人乔晶晶小姐的百里守约。晶晶，上局已经赢了，这局要不要大胆一点？上局摘星队的职业选手都很让着主播，这一局如果仍然这样，那第一个拿英雄的应该就是射手。之前我们一起研究过这个主播的英雄值，他很有可能拿虞姬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拿到百里守约。你是说我来中单，你打射手。好，原来这把 BP 策略针对花间的英雄值，3个射手英雄全被扒了主只能拿虞姬了。哎呦，守约，这个守约是这个新上来的小哥要打，应该是因为玉兔儿他替的是夏雪。哎，其实守约这个英雄啊，在第一次登场拿风险还挺大的。对啊，直播平台上都说晶晶只会玩辅助，根本就不会玩，就知道抱大腿躺颜色的。我也看到了，他们都嘲笑晶晶说是混子。看，哎呀，太过分了！谁告诉他们辅助不重要了？因为刚才是扁鹊嘛，还是比较被动的那种法师。诸葛亮还是比较吃操作。等一会儿，法刺。今天的长城也很和平。我应该还在换，应该还在换。守约吗？不会吧？还在换，没有换过来了。还有最后5秒钟，还没有确定。晶晶要玩百里守约，这个英雄叫百里守约。2、1，换了吗？没换，错了，真的会吧？百里，选百里。那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代言人乔晶晶小姐的百里守约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好的，双方第2局阵容已经选择完毕。这局比赛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啊，看到晶晶拿到了百里守约这样的高难度英雄，还有这名帅哥拿到的还是诸葛亮，太期待了。那么蓝色方摘星队，红色方好运来队，我们进入比赛。这波骑猪一看就是冲晶晶百里守约去的，他要小心了。晶晶，该上去了，注意一下。干将往上走，看到了百里守约，伪装剑没中，大招也不中，大招的甘雪爷原地加枪狙的。手机拿起来，继续。